PTSD 係創傷後遺症啦，我自己覺得創傷後遺呢個感覺都係近呢幾年或者人大咗先至會開始越嚟越覺嘅。有啲嘢要時間先至去發現嘅，例如創傷後遺嗰個過程，你開頭會經歷好多唔同嘅時間嘅洗禮，可能你一開頭會唔承認自己有呢件事啦，然後你用好長時間去揞住個傷口，當睇佢唔到啦。但係再耐嘅時間，你會發現都係 keep 住有啲問題浮現。再下一步就係要用更多嘅時間、更多嘅心機去慢慢療。呢首歌同時間都好掛鈎，在於有啲嘢係要俾時間去消化。因為覺得曾經受傷過嘅自己，其實要走出嚟，都係要經過好多嘅歷練，要自己好多嘅磨練，磨練好自己嘅工藝，磨練好自己嘅能力，先至可以繼續去行到落去。所以如果獎勵自己有一隻錶，我諗喺呢份好不屈不撓嘅精神同呢個工藝，就會提醒到自己。正是我仍難以為明日失走往事，遺下創傷還怎去醫？恐懼纏繞一輩子，難堪不想你知，情緒在三頭刺，難保真開始。